台南上知名的公园之一，就是位伫中西区的台南公园。台南社区大学的志工团队伫10年前进驻台南公园的羊蹄假林，展开一系列的照顾工作。伫市议员区理理甲工务局等单位的支持之下，周边的生态也慢慢啊恢复。社区大学伫过程当中发现，民众为了进出这个所在，会将乌托邦停伫树仔生长的所在，同时用砖仔角挑做一个小型的楼梯。但这两个行为除了影响树仔的生长以外，也靠后造成民众的危险。对此，经过社区大学甲工务局的努力，现在也将树仔的周边围起来，同时打造一个生态的楼梯，要让民众轻松来出入。我们台南社大就一直非常关心这台南唯一的一座百岁公园，所以呢，大概在距离目前大概10年前左右，我们就开始进来关心台南公园，尤其是这一片羊蹄甲林。那也因此慢慢的累积了很多关于台南公园的知识，那民众的使用习惯，那公园的现况问题等等。那也就是在公园100岁的那几年呢，我们渐渐的有一些可以改善一些问题的一些做法，包含说羊蹄甲林的贫瘠土地的一个改善，那一直到这一次。我们为公园路段的这个人行道，改善了树穴，民众常常停放机车这个问题，然后另外也选了靠近捐血车的这个树穴，我们想要用一个符合生态的一个工作方法来作为一个示范，期许这个树穴营造之后，公务局能够比照。营造在其他的树穴上，让我们的台南公园的公园路这一段，更美丽。周边种的植物拢是选择较唔免维护的，目的就是希望减少照顾的成本，同时透过维持原始林的模样，会使增加生物的多样性，安尼才会使找回丰富的生态。阮这树啊，就是讲低维护，然后什么物件树啊，你拢不管什么，有所有的树啊，生物家己就会入来。当然，阮安说，所以阮袂当学袂收。那然后小生物、小动物自然都会入来遮栖息。但是有的物件会爱这丛，有的物件唔爱这丛，这是生物的特性。咱袂使讲在引导讲他们喜欢的让他种，没有。你有的人爱这项，有的物件就会爱项，所以阮真内底足侪种。我拢种起来，我几10种所以它慢慢生物就会真丰富我嘛伫遮看到足侪生物真正就入来内底工务局的机要秘书刘正昌表示，100岁的公园是台南共有的资产，需要大家共同来守护。同时，代表市长出席的秘书朱正轩也表示，希望台南公园会使伫公私合作的努力之下，变做台南公园文化景观的代表。社区大学也呼吁民众伫进出台南公园的时阵，爱好好爱护周边的环境。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